快拿着。谢谢阿姐。你个笨蛋，怎么每次偷偷练剑都被发现？你看我一次都没被发现过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陆石，你这个不懂事的，怎么每次都不听阿爷的话？你忘记阿爹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你要是再犯，我跟阿爷是绝对不会轻饶你的，下不为例。给我站起来，跪好！阿爷，我刚刚已经说过阿石了，他知道错了，你就让他起来吧。他知道个屁！我已经告诉过这个小子了，要么亲手把这木剑折断，要么就永远给我跪着。阿爷，我没错，我不想放马，我想参军。你这小畜生，你是要气死阿爷呀！你给我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北面那座山。你爹就是在那座山的后面战死的，尸骨无存。你难道想步他的后尘吗？阿石，做个马官有什么不好的？阿爷只求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你赶紧给阿爷认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快点，阿石。我想参军有什么错？如果有一天，北烈越过了这座山，打到了南梦湖，那有谁来保卫我们的家乡？谁来保卫我们的大伤？真到了魂归九泉那一天，我有何颜面去见我阿爹？我阿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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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气阿爷。阿爷只是担心你成为阿爹那样。可是阿姐你呢？难道你就真的甘心踩一辈子君子，然后随便找个人潦草嫁了吗？陆小花，花啊！陆小花，给本公子出来！陆小花，我出去看看。陆小花，陆小花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平日里伺候我的马的时候那么勤快，这会儿带你进城，难得和潘公子一起潇洒潇洒，你怎么人不见了呢？公子，今日难得休息，我想和家人待在一块儿。哎呀，陆小花，哎呀，你虽然长得像个女人，但你好歹是个男人，男人是不着家的，懂吗？我相信你难得跟我出去潇洒一回，你阿姐也不会反对的，对吧？对吧，安姑娘？对吧？我不去。陆小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可还记得，你全家的奴气都在我的手上呢。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跟我这没长大的阿弟置什么气啊？我知道您平时对陆石多有关照，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您。这菌子您收下，虽然对您来说不值几个钱，但是肯定比城里的要新鲜很多。你看你姐多懂事儿，多学着点。这次先饶了你，我们走。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！阿石啊，这2天天天找借口往我这儿赶，毛不是在等什么？不，我没有，我听爷爷的话，我没有去。陆石啊，你这是此地无银300两，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等哪位姑娘呢。郭伯伯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跑啊！再跑啊！哎，干嘛？你不看看人家是谁？怎么回事？这个女孩子是谁啊？老孙头的闺女啊，就是给陆监大人运马的那个老孙头。放开我！别看了，
抓过去。你说他怎么惹上这个混世魔王的？这不是马上要和北烈开战吗？听说他爹养马不善，军马死了一大批，认罪服众了。你爹犯了罪，就要给我做戏赔债。我爹是无辜的，你才是犯了罪的坏蛋！哎呀，小贱人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主子！咱惹不起。看我打断你的腿！松手！陆小花，你不在南孟湖产马粪，跑这儿怜香惜玉来了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！看看，一表人才吧？我们家奴才。公子，你不能打人。凭什么不能打人？你一个奴才敢管主子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界，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杀人我都有理。收拾完他再收拾你。这个，我，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恕罪。阿言，公子爷，我家小畜生不懂事，你这小畜生，还不快起来给公子爷磕头认错？阿言，我没错，错的是他，横行霸道，强抢民女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哎呀，跪下，跪下！陆小花，是我们周家对你们这些奴才太好了，是吧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奴婢贱人，绿笔出产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谁啊？这位大人是？我爹是本州木坚。哦，原来是木坚小公子。嗯，这位军爷有何指教啊？你们谁是陆石啊？他怎么了？陆石骑射优异，现已被编入预备军。根据紧急募兵令，现在朝廷要为他赎身。这是节度使大人的签批。混小子，你真去应征了？你，阿言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重蹈阿爹的旧辙，可是阿爹死不是因为参军，而是因为这世道。若这世道不变，总会有人无端受迫害。我要参军，我要当上大将军，我要改变这世道。陆小花，就凭你，还想当上大将军，改变世道？我呸！不就是个预备军吗？连前线都上不了。陆大哥，你练得这么好，怎么满面愁容的？练得好又有什么用？我在预备营表现得再好，他们一看到我的脸，就只会嘲笑我。难道我就要做一辈子陆小花吗？以貌取人的家伙都是自己没本事，你做自己就好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哪怕我不跟他们计较，这日后上了战场，敌人看到我的脸，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，只会嘲笑我，嘲笑我，拿我的脸当做他们鼓舞士气的工具。要不你就这样，只露一双眼睛，一骑绝尘。这样？
不过这样的话，你就没有手拿兵器了。要不这样，狰狞一点，明白吗？再凶一点，眉头再皱一点。要像虎豹一样。那个，我得去军营训练了。再见。阿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马上就要上前线了，军中许我回来家中告别。别人家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，可阿爷反倒希望你们蠢一点、笨一点。阿爷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有很多大道理。可阿爷是个俗人，什么江山呐、黎民百姓啊，阿爷不在乎这些。阿爷只在乎自己的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啊。阿爷，阿爷，慢点。阿爷也明白，你们长大了，阿爷不能这么自私，不能因为害怕丢了你们，就让你们丢了自己。你们想做什么事，撒开手去做吧，别担心阿爷。阿爷现在身体还硬朗着呢，再不济啊，一华姑娘也会把我照顾得很好的。没什么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杀神的虎豹面，陆氏死后，南圣谁还有资格佩戴此面具？
究竟是哪位大将？阿石，阿石？不可能啊！陆氏浓眉广嗓，燕汉虎腮，怎会如此清秀？哎，不对，陆氏明明已经死了。阿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将军哥哥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大将军哥哥，我没事，那位哥哥有事。阿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我没事。带少爷和以华回宫。是。我不想回去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才有意思嘛。陛下，臣陪你玩。真的吗？嗯。姐姐，我走了。以华。大将军哥哥，你说好要一起陪我玩的，不许反悔。好。不许反悔啊！以后遇到这种事，你应该先就近去找巡查兵。这得亏我刚回江都，否则谁来救你们？我不管，我相信你们。笨呐！我要是没回来，那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，见不到阿姐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是没回来，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，见不到阿姐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你还想见到谁啊？哦，这万一义父也在的话，义父岂不是也很危险？你义父就在车里坐着呢，有什么危险啊？那还有谁啊？你再仔细想想。哦，对，刚才还有那么多百姓，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？陆大将军说的对呀，陆大将军心系天下苍生，受万民敬仰。小女子恐怕是不入您法眼，还是让我自生自灭吧。哎，以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这么聪明，哪需要我来保护你啊？哎，以华，你在叫我吗？哦，陛下。啊，这军中修你教的，他也不管用啊。启奏陛下，陆大将军有军情禀报。宣。是。义父，阿姐。今晚镜花楼那几个西戎商人果然有问题。我问了军器监，他们所用的弯刀虽然形似西戎弯刀，但材质不对，是北列寒铁所造。他们是北列人。北列人？难道是李庸出卖了皇帝的行踪？单就弯刀的材质判断他们是北列人，是不是太武断了一些？更何况北列人为何要扮成西戎人，带走陛下？当然是祸水吸引啊！当然是祸水吸引。北列与西戎已交战3月有余，正是胜负关键。若此时陛下被带到西戎，我大圣必举全国之力前去营救，北列自然可以坐收渔利。而且前日边境有消息传来，火风堡附近有大批牧民向西游牧。我一直疑惑，此时西境兵荒马乱，为何还要西迁？你怀疑这些是火风堡北列军侨办？没错。义父，此时如果火风堡的北列主力已驰援西境，那正是我军收复河山、一雪前耻的大好时机啊！火风堡，我记得火风堡是……阿石啊，民乃一国之本，一旦开战，必劳民伤财。现如今的大圣，宜和不宜战。切，话说起来一套一套的，他不是早就跟北列勾结上了？义父，火风堡的百姓到现在还在被北列人奴役，我们身在江都，享受荣华富贵，
难道就把他们给忘了？好了，阿石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丞相向来顺民心，听民意，但兹事体大，还需明日召集大臣，从长计议。阿姐，如今你帮陆氏暗中谋划，但你可知此战他凶多吉少？元齐5年的火风堡之战，便是陆氏的死结。义父，您不是要听民意吗？您听，这就是民意。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之前在镜花楼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现在又来咒我弟弟，你……看来阿石始终都是有血性的孩子，没有忘记火风堡之耻。其实义父也有此意，只是想看看你的决心。既然你心智坚定，那自当以收复失地为大。我去向陛下请旨，啊！你就算不信我，那可是你亲弟弟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真的不打算阻止一下吗？陛下有旨，大将军陆石即日出征，收复火风堡。谢陛下成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姐，阿姐，阿姐唤我来有何事？阿石，火风堡一定要去打吗？我没想到阿姐你也会这样问我。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的就是阿姐你，可你怎么也和那些朝堂官员一样？阿姐只是担心你，阿姐只有你一个亲人。阿姐，你如果真的把我当亲人，就应该支持我的选择。我只是突然理解，阿爷为什么不让你去参选。我知道阿姐是担心我。以前我不是没有害怕过，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，那就没有人愿意上阵杀敌了。到时候哪还有国，哪还有家？就算会有牺牲，那至少我的亲人，火风堡百姓的亲人，大圣万千子民的亲人都能好好的活着。这样一想，我也就不害怕了。阿石，阿姐，你知道的，我要做的事，你没法阻止我。阿姐，出征前还有诸多事宜要准备，我先告退了。阿石，你若执意要去，阿姐陪你一起。元齐5年春日的某一天，大将军陆石率虎豹营进入通往火风堡的要道琉璃谷，却不料伏兵四起，漫天大雾中，杀神大将军陆石身中数十箭而亡。我们在这儿，这侧是北列军，所以敌人很有可能在琉璃谷设伏。我建议从东侧水道绕行。这个监军真是……沈御史，你懂兵法吗？兵贵神速，走南孟水道绕行，岂不是白白给北列回防时间？北列追风营以宇文破军、宇文破晓兄弟为首，最善长途奔袭，出其不意。我原本以为大将军聪明睿智，现在看来不过是鲁莽自大之辈啊！你，沈御史，你只是陛下派来的监军，无权干涉我的决策，请你恪守本分，否则……报！禀大将军，虚口来报，琉璃谷没有发现伏兵踪迹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沈御史？以后别再不懂装懂了。纸上谈兵谁不会？看来大将军早已派人探查，
在下武断了。大将军智勇双全，杀神之名，名不虚传。好，既已查明，明日卯时，我们一鼓作气，穿过琉璃谷，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末将领命。下去吧。是。演得不错呀。你那水喝的不也挺逼真的？哎呀，所以你是早就知道琉璃谷必有伏兵，将计就计，是因为军中有细作吧？很快，细作就会把我笃定琉璃谷没有伏兵的消息传给北烈了。到时，他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个立功心切的莽夫罢了。沈兄，情况有变，这是斥候从琉璃谷带回来的。木炭质量受空气湿度影响，湿故木炭重，燥故木炭轻。琉璃谷明日当晴空万里，若无大雾掩盖，成功突袭的概率是多少？不到30%。有糖吗？有，但你要糖做什么？有就行了。这里常年打仗，遍地粪土，你再去找人铲些粪土过来。粪土？土法提炼硝石。师兄，这硝石和糖混在一起，能干什么呀？不懂了吧？3份硝石，2份糖，造烟雾弹。啊？这叫天不助人，人自助。小鱼喊我，大将军不好了，山路已被大雾掩盖，那就给我放乱箭！你是哪吒了？敌军上山了！给我上！不准后退，给我顶上去！都给我上！别让他过来！救我！过来救我！原来是个粉面小将。开始录食！不好，血海之日即是今日！随我占据高地，杀入火凤堡！杀！这片土地被北烈占领了整整8年，可惜北安王没有等到我们收复失地的那天，就不堪受辱，撒手人寰了。北烈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过得水深火热，无时无刻不盼望着重获自由。真是苦了他们了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大将军，我现在也跟你一样，也是大英雄了，对吗？
陆大哥，有花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他们正值年少，本可以娶妻生子，可以一家人辛勤劳作，平平安安的。可如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九国纷乱，总要有人以战止戈。陆大哥，我们一定会等来和平的那一天的。你说的那个养子，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？年纪小小的，却像个大人。那阿爷肯定会很喜欢他。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！陆小花，快去开门！不许再叫我陆小花。就叫。自从阿爷离世以后，每年只有祭奠阿爷的时候才会回来。这个家好久没有这么完整过了。郭伯伯，阿元、阿石，你们可算来了。打从你们进城，我就认出你们来了。都说呀，陆家的一儿一女都进了宫，在宫里做了大官，被困在火风堡的乡亲们日日夜夜都盼望着你们回来救我们呢。你们受苦了。可昨日在城中，您为何不与我们相认呢？我怕军中有李丞相的人。义父。义父还在江东没有前来，您为何会害怕义父呢？义父，阿石，你糊涂啊！你们都以为北安王是自尽的吗？北安王是被李雍李丞相秘密杀害的呀！说什么呢？你胆敢诬陷义父，我……阿石，阿姐，他都是在胡说的，是不是？他定是受人蒙蔽，所以才诬陷义父。你随我过来，莫要吓到孩子。阿石，李丞相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他为了一己私欲，通敌叛国，残害忠良。他早就不是以前的李丞相。我之所以瞒着你，是因为你的性格直率，喜怒皆形于色。到时候虎豹营和羽灵妹就会自相残杀，敌国便可以趁虚而入。这怎么可能？阿石，这怎么可能？要想将他的罪行一一揭露，是需要时间和机会的，切不可心急。
不哭了，乖啊，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程程不哭了好不好？乖，程程，郭伯伯他是不是饿了？要不要去给他找一些吃食啊？你们在这儿好好看着，我去给他找点马奶。嗯。哎呀，嘿嘿，四儿又着落了。陆大哥，他怎么一直在哭啊？他终于睡着了，好可爱啊！我以后也想有这么可爱的小子。你怎么知道是小子不是姑娘呢？我更喜欢姑娘。哦，好啊。呸呸呸！谁要跟你生孩子啊？以后啊，儿子、姑娘，我都喜欢。这以后要是生个儿子，我就教他骑马、打猎。这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呢，我也要教她骑马打猎。怎么都是骑马打猎啊？天天打打杀杀的，你就不会好好过日子啊？这天下不太平，哪能好好过日子啊？天下天下，就知道天下。算了，谁让我心甘情愿呢？不对，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郭伯伯，郭伯伯，是北猎人，他们怎么知道此地？
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？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，你这次选择留下来，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。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，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？若没有当年的野，又何来今日的果？正如没有你，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凤牌。这说明一切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。见血封侯之徒，是义父派来的人。小兄弟，这么紧急的事，杨副将为什么不亲自来呢？城里事务实在太多，杨副将抽不开身。可陆长公不会骑马呀，为什么不备马车呢？是啊，杨副将特意备了马车，就在竹林外面，马上就到。是吗？陆大哥，别出来！陆大哥，你快进来！别让他们发现孩子。别哭了，陆长，别哭了。你们谁敢上？所有人，换弩箭！
你睁开眼看看阿姐。不可能！你不要跟阿姐开玩笑，阿诗，你别吓阿姐好吗？阿诗。